二师兄，你好厉害呀！估计这些剑法，冉冉练100次都练不会。今天我教你是本门最简单的剑法，防守式，你来一遍。啊，我怎么了？干嘛呢你？大师姐，今天你就要离山回京了，是来跟小师妹告别的吧？我去帮你叫她。哎，别，大师姐，我不想打扰小师妹和二师兄在一起的时间，小师妹会生气的。我只要看看她就够了。我走了，大师姐。二师兄，这次练得怎么样？二师兄，冉冉实在是太笨了，根本就学不会啊。要不，你再教我一遍？你呀，小师妹，吃饭了。师姐，我肚子不饿，你们先吃吧，不用管我。小师妹，你不舒服吗？是不是最近跟小二练剑练得太狠了？他对你太严格了？我明天说他去啊。不是的，师姐，我就是困了，想睡一会儿。你别担心。那要不要我进来陪你一会儿，或者下山给你找个大夫来给你把把脉？不用了，师姐，你先去吃饭吧。那好吧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师兄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师妹，你在干什么？
师傅，我身上的毒还能治好吗？冉冉，你别害怕，你身上的毒实在是世间罕见，给师傅一点时间。可是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症状那么奇怪？我总感觉我会做出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。苏明师傅，二师兄，要不然你们把我绑起来吧。不行，你们把我关起来，让我再也不要出来。只要把我关起来，我就不会。冉冉，你别害怕，放心，师傅会医好你的。啊！可是苏明师傅，我好害怕，好害怕，我怕我会做出更不好的事情来。冉冉，好孩子，哭，哭出来就好了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你急也是没用的。我只能说，我会尽力。当年冉冉8岁的时候，我把她送到医仙谷来。姑姑，你明明已经抑制了她的毒，可如今为何突然又会？红颜毒的本质是毒加诅咒，毒可解，可是诅咒没那么容易。冉冉今年15岁，她这毒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，这也是红颜毒的可怕之处。她会从一出生就开始，一直到死亡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我怕冉冉坚持不住。这逝水红颜传承的诅咒，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破解的。要不然，过了几百年了，我也没看到哪个女子中了逝水红颜，还能逃过她的宿命。就连小燕也是。难道冉冉真的没救了吗？当年，我虽然暂时压制住了她体内的毒，但这诅咒之力会随时间而增长。起初无大碍，可是越到后来越是可怕，所以冉冉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。这红颜毒不是常人能够抵抗的，对血液的渴望会让他迷失心智。冉冉这孩子能够熬到现在，实属不易了。这段时间，我要给他信心，开导他，不能让他一直沉浸在害怕和自责之中。姑娘，
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荒郊野岭来了？啊，这山上有狼，好大好大的一只狼啊！啊，赶紧回家吧，姑娘，身体不舒服。大哥，哎，你快走！走，回家去啊！啊！冉冉，冉冉，你醒醒！二师兄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了？死了一个人。是冉冉。是。是我杀了他，我杀人了。冉冉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杀的。冉冉，我该怎么办？冉冉，你要坚持住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啊！二师兄，你对冉冉那么好，冉冉永远都铭记在心。就算有一天冉冉不在了，冉冉也希望你能够幸福、快乐。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你真没事儿？我真没事儿。你真没事儿？素女师傅，你别担心，冉冉真的没事儿。哎呀，素女师傅，冉冉没事儿的，嗯。没事儿就好。素女师傅，我二师兄人呢？哦，我让他去采药，可以缓解你体内的毒。为了我一个人，连累你们奔波劳累，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冉冉，你放宽心，好好休养。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。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。素女师傅，
冉冉想出去走一走。你看，冉冉在这里待了这么久，都快憋死了。您让我出去散散步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好，好好休息，哪儿都别乱跑。苏女师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答应冉冉吧。冉冉一会儿就回来，真的，就一小会儿啊。要不，素女师傅陪你一起去？不用不用，苏女师傅，冉冉自己可以的，你忙你的。我就是想自己看看天呀，看看花什么的。苏女师傅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嘛？嗯，你这个小东西。苏女师傅，或许这一次，冉冉真的过不了这个坎儿了。爹，娘，哥哥，苏女师傅，二师兄，师姐，冉冉，冉冉，对不起你们。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，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青丝鬓染白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成孤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。